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房地产专家孟晓苏最近我看他又发了个视频，又有了新的雷人观点，又有新的暴论。说的是什么？他发现了说这个楼市、股市不是孤立了两个市场，这两个市场相辅相成，是个有机的整体，可以让大家暴富大概这意思，或者让大家富裕。他这个视频挺长的，我给大家转述一下，如果愿意你可以自己去看他的原视频。当然我这转述有可能意思偏移漂移，这也是在所难免的，我尽量这个原文这个转述。我们一起看一看房地产专家的暴论。他说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楼市如股市从来不是孤立的两个市场。他和老朋友刘继鹏教授多次深入交流。刘继鹏大家也知道，经常看我节目的应该不陌生，他是证券专家，一个是楼市专家，一个是证券专家，他俩人在一起碰出来什么样的火花，擦出来什么样的这个思想。孟晓苏说，他说他们在一起深入交流，达成了一个共识。什么共识？说让股市财富效应接力到楼市，再让楼市的稳定发展反哺股市，把这个循环打通了，你看看多好，这才是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症结。刘继鹏教授有个精妙的比喻，他说啤酒没有泡沫就不是啤酒。这个时候我就脑子里会产生一些疑问，我们为什么讨论经济的时候喜欢拿啤酒举例子？那你为什么不拿白酒举例子，或者是葡萄酒，或者是vodka吧，或者是黄酒、米酒？只有啤酒有泡沫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喝啤酒，喝有泡沫的。为什么不拿白酒举例子？为什么不拿葡萄酒、威士忌，是吧？所以说很有意思，非得拿啤酒举例子，正好啤酒有泡沫，所以他就说，你看没泡沫，那酒就不好喝。所以经济也得有泡沫，这个感觉是先画靶子后射箭，是一个逻辑，是吧？如果你要相信了他的叙事，你就觉得他讲的有道理。对，啤酒有泡沫稍微好喝一点，所以经济就应该有泡沫。股票这张纸本身代表的是财富，在信用货币时代，适度的泡沫恰恰说明市场有活力。刘教授算过一笔账，我国股市如果能够站上4200点，市值就能从88万亿涨到120万亿，4200点已经到了，1200万亿也到了，这个是已经实现了。孟晓苏他说，这多出来的30多万亿是什么呢？是实实在在居民财富。有了财富效应，人们才敢消费，才愿投资。问题来了，我一直说4200点早就到了，为什么我们的消费是在往下走？我记得不太清楚，应该是去年是不是就到了4000点，是吧？今年年初4200点，去年年底4200点就到了吧？反正4100、4200，现在还在4100。前两天这周五暴跌了一下，或者叫回调了一下，或者叫倒车接人了一下，或者叫夯实了基础。总之这个说法不重要，反正他前几天还在4100多点、4200点晃的。那我们的消费恰恰是在往下走，全国的5月份社零是负的0.8%，北京、上海那负的更多，这不就打了专家的脸了吗？怎么专家还在说这个还说股市上涨会刺激消费？有一个专家就不认同这一点。第一财经报道，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6月25号，他引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希勒的研究，泼了一盆凉水。怎么泼的呢？他说，股市上涨与消费增长无显著相关性，结构性牛市只让少数人获益，且人性的贪婪、恐惧导致追涨杀跌。这个李迅雷他是引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勒的研究，股市市值变化增长跟消费没有什么线性关系。事实是不是也说明了一再在打脸？已经4200点了，我们的社零是逐步在下滑，下滑到什么程度？下滑的求是深夜发文警惕。所以这些老登专家还在这闭着眼胡吹，什么股市涨消费就上去了，就罔顾事实，事实的在打脸，他还在那吹，闭着眼吹。你看他就说什么，举例子了，说放眼全球股市推升楼市是一条被反复验证的规律，
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，有多少聪明的投资者在高位套现股票，转身去楼市购置房产？他们把纸面上的股市财富固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不动产，后来泡沫破了，股票财富灰飞烟灭。你看这个时候他就说股票财富灰飞烟灭了。为什么会灰飞烟灭呢？按理来说这不是财富吗？财富怎么能灰飞烟灭呢？泡沫破了。他说但是那些买了房子的人财富保留了下来。近年来美国日本也是如此，股市大涨若干倍之后，房地产市场持续旺盛，美国平均房价上涨了1倍，日本股票过去5年涨了1倍，东京、大阪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随之不断上扬。最近韩国的故事更具有说服力，韩国综合指数今年以来涨幅达到了110%，牛冠全球，股民们大量套现，把股市赚来的钱拿去买房。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韩国股民通过出售股票和债券筹集的购房资金已经超过了 3.7 万亿韩元，其中大约2/3流到了首尔高端住宅市场。首尔公寓价格已经连续72个星期上涨，新房销售6年涨了将近1倍。年轻人成为购房的主力，30岁上下的年轻群体，他们动用股债资金购房，这个规模在各年龄段里排第一，这就是财富效应的直接体现。股市创造了财富，楼市固化了财富。有人担心说楼市起来了会影响到制造业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，楼市稳定发展才能为制造业提供最大规模的订单，从钢筋水泥到家具家电，从装修材料到智能家居，房地产产业链极长，拉动了多少制造业企业。而这些制造业企业包括那些把科技创新融入制造业的企业，它有了好的业绩，上市公司基本面才能扎实，股市才能有持续上涨的动力。近几年我们国家楼市低迷，房价大幅度下跌，就让100多个相关产业陷入到困境，并且影响到就业，影响到财政收入，当然就影响到股市。还有一个重要的通道被很多人忽视了，就是房地产证券化的。然后孟小苏他说，我多年来一直推动在瑞驰在中国的发展，这个瑞驰本质是把房地产等不动产的收益权拿到资本市场来流通，凝固的不动产资产通过收益权进一步加工成资本品，既保留了不动产增值的属性，又增加了股票流通的属性，这是楼市资产转为股市资产的重要途径，也是我常说的伟大的金融创新。所以说楼市和股市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，而是接力和反哺的关系。楼市先跑一把，什么集中财富效应，由楼市接过来，把这个财富线接过来，楼市上涨，固化财富，稳定预期，楼市稳了，制造业就有订单，上市公司业绩就好了，楼市就能继续往上走。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正向循环，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珍贵，让老百姓在股市里赚到钱，在楼市里守住财，这才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，也应当是中国经济正确发展道路。这就是孟小苏最新的一个关于楼市股市联动，大型收割机联合收割这么一个暴论。显然孟小苏确实对资本市场对楼市我觉得还是有点脱节。首先我们从官方口径来解释这个事情，我们用官方口径，我们无论是楼市还是股市，我们提倡是什么？房子叫房住不炒，股市我们提倡叫长线投资，做时间的朋友，咱们金融消费者要长线，那叫投资。而孟小苏所说的股市楼市联动，对吧，分明是让大家去炒，那你这个难道跟当下官方叙事是一致的吗？这个官方我们一直提倡是叫长线投资啊，可没说让你炒。楼市是房住不炒，股市也是长线投资。但是孟小苏说什么？股市先涨一把，涨一把你套现，套现之后你去买房，房子再涨一把，涨一把之后你再去套现，套现这时候股市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再去抄底股市，股市又起来了，你又抛完之后，那时候那房子又下去了，你再去买房子，就这样。
你这个想的倒挺美，每步都踏对了。如果你每步都能踏对，你还是韭菜吗？全世界有多少人能这么完美的踏准？首先第一个是违背了投资的长线投资这种咱们政府的这种期许，房住不炒。你看孟小苏他就这个观点了，这专家才应该给他发口罩。但是很遗憾，这样的言论大行其道。这第一个就是他还是提倡炒作。第二个，我们很多韭菜牛马是按照专家的指示去的，高位把它卖掉。好，这时候股市低位你去接盘，就不是去抄底。好，股市起来了，你在高位再把它卖掉。这时候楼市下去了，再去买楼市，你就这样搞几次，你就暴富，你就成了这个人生赢家，你就躺赢躺赚，你不用干活了，人人成了巴菲特。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我们绝大部分人是反着做的，在股市暴涨的时候追进去站岗，跌到差不多了割肉出来再去为楼市站岗，楼市站完了，楼市跌得差不多了再割肉，再去为胡市站岗。绝大部分韭菜是这么操作，是反向操作。你怎么可能你能做到抄底？那你为什么不$2的时候买比特币？$2买了这个涨到13万美元跑掉，你这涨了多少倍？他说楼市上涨会带动制造业，这又是被现实打脸。我们当年为什么要3条红线？为什么对楼市要采取刹车？还不就是因为楼市吸干了资金吗？所有的资金都往楼市跑，就像现在的韩国股市一样。大家都认为韩国股市只会涨不会跌，和当年炒房子不一样吗？房价永远涨，至少是京沪永远涨，大家闷头都在里面，没有人会想到你买，大部分人他都认为房价跌怎么可能，闭着眼买。一旦形成了一个一致的预期，所有企业他不愿意扩大生产。你想，我买套房子，每年收益是20%，都不用动，我就买了放那，5年就翻倍，是吧？一般是这样的。那你说我办什么企业？我还找市场，我还有客户维护，我还有卖货，我还收钱，我还去银行贷款，我还维护关系等等，我还跟税务打交道，就这么一顿操作的，我还得管工人，对不对？事无巨细。我的利润率才多少？毛利才5%，制造业。那我为什么这么苦哈哈的去搞制造业？我不是买房子不就完了吗？所以说当时是不是好多制造业的钱都流向房地产，反过来去买房子？我随便买个理财，当时的理财产品是吧？P2P 什么房地产信托，你随便买个就是13%年化呀，我什么都不用干。你买房子，你好，买房子还有什么限售是吧？限购麻烦是不是？那好，我买信托行吗？这信托一买年化收益13%，我为什么还去搞生产？所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流向房地产，这不所以才因为抽干了实体的资金，把银行的贷款也流向房地产。所以才在房地产这儿踩刹车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黑洞，吸引所有的资金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你把钱放进去，它会涨，它会赚钱，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专家忘了，所以专家现在明明挨了2巴掌，回头还说楼市只要涨了，实体制造业就起来了。那这专家的意思就是，那当年房地产调控那就不应该呗？为什么要调控呢？你这回不要走老路了吗？这是你看，这是第二个问题是吧？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？就盲目的把咱们国家的这种优越性，资本市场这种压舱石、定海神针，跟美西方的资本市场去对比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全球资本市场的压舱石、定海神针、定盘星。那所以它那个功能，它的这个优越性，那不是美国和日本的股市能比拟的，还韩国股市他们比不了的。所以你不能把韩国股市那种暴跌，那种现在赚了钱套现，那跟我们这个比，韩国股市它涨，那人家是叫 SK 海力士、三星，人家不会讲市梦率，他确实在外面挣了那么多钱回来，他的员工工资就涨了，他的员工年终奖就多了，他那个股民分红就多了，所以他的股价他就上去了。股价一上去，那有些人买了之后他赚钱了，他就把它卖了去买房子。而这个卖股票的人，别人照样愿意来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后面还要赚钱，因为后年人家的利润都锁定了，人家订单都排满了，只多不少，所以人家愿意以这个价格，以3倍的价格去接这个股票。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不是这个功能，我们资本市场主要是为全球资本市场提供一个稳定器，是要稳定市场，就不让它大起大落，逻辑不一样的。好了。
你把它股价炒高3倍，你指望谁来接？好，你把人家忽悠来接了之后，如果后面它还能继续涨2倍，那说得过去。不涨了，你看专家已经说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泡沫破裂，好了，那你这接盘人不惨了吗？专家不管他，反正他说你高位抛着你占便宜了，那你去买房被套牢这人那是耗材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他们那个逻辑好像跟苏轼逻辑、跟这个地保老人、跟俄罗斯，他的逻辑没什么区别。你这些倒霉的人那活该，那你是耗材。他说股价涨了2倍、3倍，好，你在这个高位你把它卖掉，拿那个钱去买房，好，他不考虑那个人家来接的那些人，你卖给谁了？你不能说你的股票卖给空气了，你得有人来接盘，那谁接？不管，00后忽悠他们来接，或者忽悠那些小白进来接，接完之后这些人死活不用管。你接完了之后，你再去买房子是接谁的？谁房子多就是接谁的。他们套现，他们离场，他们混绿票子，去美西方感受一下美帝的这个没落和腐败，感受一下日益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生活方式。而你在这当定海神针，当压舱石，你说这就是专家的水平？还股市跟楼市联动，这个涨起来，那个下去了，涨起来。这个专家说的话里面有一句提到了说收益，说你这个市场是因为你赚了钱，你这公司太好了，你这个公司利润都好的不能，每年利润都是40%、50%在增长，利润率也高，他从来不谈这个，也不谈分配。说牛马能不能工资涨一涨，怎么样让它涨起来，让牛马先有钱再去消费，或者再去有钱再去买股票，或者牛马怎么样买房，它都是反向叙事，让牛马你先负债。你先把绳子把脖子套上，把那个枷锁、把龙头、把那些大牲口、骡子马呀套的东西，你先给你自己先套上，咱再聊收入。你这玩意不套上，对吧？你收入肯定没有，你还没有拉磨，你就谈收入，那怎么行？你先把磨拉起来再说。那磨你的贷款，你先买个磨，你看看变成这样。驴你最好自己贷款买个磨，你先拉起来，转起来。咱再说收入，你赚钱之后大家有的吃了，再聊你这事怎么办？这就变成这样。就专家出的这一馊主意，这楼市能稳住吗？实际上专家就是在贩卖焦虑。他现在很多年轻人迷茫，也不知道怎么，但是有想赚钱，想过好日子，想上一个圈层，想通过怎么样很轻松的一倒，左手倒右手倒左手，坐在那儿不用骑电瓶车送外卖，不用开网约车，不用腰间盘突出，也不用把膀胱憋大，就能轻易的赚个几百万去当霸总。他抓住了这种焦虑心理，是吧？你看你这么干就行。你比如说你买股票，股票涨了你把卖掉，买房，房一涨再卖掉，联动。脱虚向实喊了多少年，是不是？脱虚向实，他喊的是脱实向虚。实际上这个胡适大家都看到了。我们资本市场跟这个日益没落的美西方的资本市场完全是两概念。我们主要是稳压舱石，还有一个楼市证券化，是吧？房地产的证券化，这个也是的。咱们搞法跟美西方不一样。比如说美西方的房地产，人家土地是私有化的，那咱们的土地呢是国家的。你买的是那个土地上面的水泥钢筋，70年的使用权土地，你这玩意儿你去证券化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这首先一个权属就不明。这我是知道的。那资本市场，比如说你这公司要上市，你的所有的权属要明确，这玩意儿是谁的？是你的东西吗？你就上市，这玩意儿你得搞清楚。所以说，你第一道关就是你的企业要上市，第一道关上市为了流通资本，对不对？流通，你第一道关就是你要证明你所有的名下，你这东西都是你的，没有任何瑕疵，没有任何麻烦纠纷，说在你名下这东西但是别人的，那可不就不行。所以第一道关就是律师进场。要进行尽调、备调，对你的所有的权属资产进行分门别类的确认，确实是你的东西，没有任何麻烦。那你说我这个房子，律师来或者房地产，律师来一看，你这个地不是你的，你只有使用权，你怎么流通？你怎么去上市？这玩意儿又变成创新了，是吧？又发明，是吧？这玩意儿不就跟房产税一样的吗？房产税就是这个问题啊！人家说这个地又不是我的，我交什么税？我买的是使用权70年，你让我又交税，那你倒是先把地给我。那你说我为这个钢筋水泥交税，那这钢筋水泥交什么税？钢筋水泥在贬值，它在折旧。所以说这些专家也是吆喝一行，也算是比较敬业。干股票的在那吆喝股票，干房地产的在吆喝房地产，俩人一碰，
互相达成共识，我们房地产一起来。我们再看今天看到一组数据也很吓人，咱们先学习一下这个数据，就是北京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楼市会什么样一个走势，咱也不用多说。这个数据叫北京幼儿园入园人数5年下降9万人，下降了42%。你不要认为9万人少，有很多人听惯了什么14亿，这800万、1000万这个数字，觉得9万人好像没什么感觉。我告诉你，当9万人对应的就是9万套学区房的时候，你琢磨琢磨，这9万人里面本来至少有一大半是要买学区房的，有一半他不买，至少有5万人是要买学区房，那也就是学区房一下少了5万套。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你看，先看一个数字，128572，这是2025年至2026年学年北京全市新入园的幼儿人数。2021年到2020年到21年这个学年，这个数字是221767人，5年间少了93195个孩子，降幅42%。这不是某个季度的波动，是一条连续5年下行直线，也就是从2021年开始，2021到20那个学年已经在开始下降，一直降到2025到2026这个学年，降了9万人，下降了42%。什么意思？而这些人是不是3年以后就要上学了？3年以后幼儿园吗？不是3年吗？他是不是就要买学区房？学区房的重点是不是接这些人？但这些人少了9万，这个数字就是惊人的。所以说，大家不用想3年以后北京的学区房是什么一个场景。你想卖都卖不了，没人买，除非他现在这几年马上引进人口，这来得及吗？这个他还有分区的，把北京有16个区，它是总量数据说明趋势，但看不出结构。真正有意思的是把每个区的数据拉出来对比。朝阳区是北京最大的幼儿园市场。2020到2021学年入园是3.4万人，到2025年至2026年学年只剩2.2万，少了1.2%，降幅35%。海淀区排第2，入园是2.8万，降到1.8万，降幅34%。通州区数据最有戏剧性，2021至2020年学年入园3.2万人，这个数字跟朝阳有点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但是2025年通州入园掉到了1.2万，降幅63%，全市最高。那通州就更惨。通州为什么2021年3.2万？我估计没有什么数据支撑，我估计是跟当时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有关系。那时候来了很多人，恐怕年轻人多，早点去在那上幼儿园。但是后面人家好多人就各种理由不去了，是吧？或者是小孩留在市里面上幼儿园。我只能这么解释。所以2021年通州这个幼儿入园人数突然一下暴涨，那后面马上很快就，因为他们发现，你想这幼儿园倒无所谓，那你后面上小学，你通州肯定是没有好学校，那哪有西城什么海淀好？所以你看人家是体制内的公务员，那肯定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把孩子转回室内上小学。那后面的年轻人干脆算了，幼儿园也别麻烦了，就在市里面上。西城区入园从峰值9579人降到了5256人，降幅45%。东城区从7594人降到了4274人，降幅44%。相反是边缘郊区反而波动不大。昌平区入园1.5万降到1.3万，降幅16%。大兴区1.8万降到1.3万，降幅29%。因为这些地方为什么降得慢？因为这些地方还是很多年轻的家庭，他们刚买房的时候，恐怕选择的还是这些地方，也毕竟便宜一点，也就是还有很多年轻人在这儿买了房之后，再小孩再生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外面稍微人口降得慢一点。你看丰台区1.5万降到1.2万，降幅22%。16个区入园人数全部是负增长，没有例外。就没有一个区是说是这5年是有增长的，没有，全部是下降。这个给北京带来什么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只说房地产，这少了9万人小孩，那这9万小孩本来里面我们也不要说1半人买学区房吧，哪怕是20%的，那也有将近2万，是吧？这2万人他不买学区房了，本来是要买的，少了吗？没了。那你说他们3年以后就要买，3年，那也就是2029年，
本来是小阳春就由他们做贡献的，一下少了2万套。我想上海也差不多吧，你都按这个去比例去分析啊，这些数字你要仔细去看，这都是吓人的。所以我在以前节目说了，今年这个小阳春，你因为小孩上学而买学区房的，你明年就要后悔，又各种把大腿都拍断了，还有人做梦，还有房价还要涨，那真是叫梦都没醒。这人口就摆在这儿，对不对？我看今年高考，辽宁还是什么地方？在其他地方我还没看，或者说我也没仔细看，我只看到辽宁那个分好像是你只要参加了高考，好像本科都能考上，只要你是参加了高考有成绩，应该本科都没问题。那你说都已经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未来高考就祛魅，是不是？高考越容易，越标志着学区房它的溢价就越小；高考越难，学区房的溢价才越高。再加上你反正现在毕业都找不到工作，都是干你的爱好，是吧？干你的特长，就是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。这个你要是985、211毕业送外卖，恐怕还有点心理障碍，需要一个心理按摩，也心理调整。那如果你是个2本毕业，你送起来你就一点障碍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跑起来更快，接受度更高，兴趣培养的也快。所以说这个你看家长一看那就无所谓，何必砸那么多钱？小孩也不快乐。所以这高考一祛魅，学区房它就要回归它的原本原貌，它的溢价就会去掉。孟小苏说的泡沫就没了，那学区房现在就泡沫，对不对？那泡沫就没了。所以我看到北京这个幼儿园的数据，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好现象。那你同样你看深圳还好一点，因为深圳本来学区房炒的就不是那么厉害，主要是北京和上海，当然还有什么南京、杭州、成都这地方，反正就是学区房炒得厉害的地方，你都要小心。你就看看今年入园的小孩到底少了多少，3年以后他们都是学区房的潜在买家。如果我们再看一看5月份的适龄数据，这个趋势对不对？适龄数据从3月份、4月份、5月份一路下滑，再看一看老百姓的存款，再看一看这个居民的中长期贷款，央行的数据，你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，你就不会被那些房吹、那些什么中介给洗脑了，给焦虑，给紧张的不行，生怕那房子一飞冲天，追都追不上了，怎么可能？以上海为例，现在上海截止到6月27号，就是6月份27天，上海卖了二手房是22370套，这个数字其实还可以，但是你要跟5月份比，那是明显的在下滑。上海是3月份是最高点，4月下滑，5月下滑，6月进一步下滑。但是呢，这个比去年同期那还是要多一点，但是这个下滑趋势已经有了。这也是上海是全国硕果仅存的这个二手房是比较火的，但是现在已经也卖不动了，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了吗？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吗？我记得是3月份是32000套吧，还是33000套，对吧？4月份是31000，5月份就是28000，好像是这么个趋势。那6月份充其量25000，25000可能到不了，就这么往下滑。那至于北京、深圳这些地方呢，就不用说了，那其他地方更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所以我们一直说的，说人口趋势，这个决定了房地产长期的这个趋势。所以说房地产长期你要看人口，那你要看这个呢，你就知道人口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所以这个时间不在看多的这一边。咱们也不说其他问题了，什么消费低迷、没有信心、分配问题，这些都不说了，只说人口，这就像一个大盖子盖在这儿。而且这个盖子还越压越低，所以大家自己都心里有数。说1000道1万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你就用消费的眼光来看待，买得起你就买，你不能说我买得起我也不买，我就非得把钱存在那儿，那你干啥？你赚钱不是享受吗？人生苦短，你别到时候还没来得及享受，那钱不知道是谁的了，跟单雪峰老师一样的，赚了好多钱，他房子都没一套，还没来得及享受。你给谁赚了？所以我们人不要极端，你有钱那你就消费，看看情况；没钱就租房也挺好，消费的眼光好。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评论，谢谢大家。